921大地震是真侪人心中的痛。到今年满24周年了，这场规模7.3的大地震，有1万多人受伤，嘛夺走着2000多条宝贵的生命。如今24年过去了，921大地震犹原伫真侪台湾人的心中留下真歹抹掉的印记。像当时伫晋阳附近的南投玻璃镇的桃米社区，全里369户到168户全倒，60户半倒，灾情惨重。过去这个偏僻小山村，甚至捌互小体讲送甲惨鬼都唔敢去。921地震了后，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甲学术资源进驻，陪伴居民盘点生态资源，培训解说人才，努力甲桃米社区打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村。921地震24周年，桃米社区重生记，咱做伙来看。以前台湾没有所谓的生态旅游嘛，我们桃米社区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做生态旅游的社区。利用生态可以赚钱，可以保护环境，这样的理念在桃米大家都很相信。9·1地震才改变这个社区的命运。我现在不觉得我现在是地震灾民，我是以桃米人为荣。地震科学家将人类听袂到的地震的震波快转放大，转换做人听得出来评论，加搁激烈的声音，袂输是大地发出来阵阵哀鸣。这是24年前9·21地震瞬间来自地心的声音，随之而来是102秒的天摇地动。一到了夜晚，整座埔里市就像战后的废墟，一片漆黑。地震就会很慌嘛，因为我当初还没有睡觉，抱着小孩就往外冲。9·21那一天呢，其实我刚坐完月子回来台中，我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先去抱我的小孩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栋大楼，这是一栋应该画面上看起来是4层楼的大楼，但是底下到底有没有陷下去？我们这个社区是埔里最穷那个社区嘛，大家当年啊，其实是蛮茫然的啦。那个时候对人生是充满了一种恐惧、无奈，甚至你不晓得未来会如何。离晋阳20公里外的重灾区南投玻璃镇的桃米社区，当时369户人家厝168户全倒，60户半倒，受灾率有62%。经过大地震，本来无名的小山村变成会用讲是农村再生典范的重建奇迹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灯都打开哈啊！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桃米生态村嘛哈？哎，是把青蛙叫老板的地方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哈啊，对。随着米酒光线慢慢啊行，人称班长的生态解说员李英峰正带这游客走出平时用心照顾的头家。怕黑啊！等一下，如果走过去啊哈，有青蛙跳上来，马上跟我们讲哦哈。那边呢？给。啊，对，哇，现在很多青蛙的声音了哈。那给是什么？哦，给那个叫副班蛙，哦，因为它声音是给嘛哈，啊，我们又把它昵称叫招财蛙。竟然期待真久的头家一直唔肯出现，由观光客组成的生态调查小队先发现意外惊喜。但没有看到。对，因为它都躲起来。哎，我先照看看好不好？来，哇，这是一只翠鸟在睡觉嘞。哦。有看到吗？有。你们为什么他把头埋到400？有拍照吗？以前台湾没有所谓的生态旅游嘛，我们桃米社区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做生态旅游的社区。地震以后，经过老师来帮我们上课以后呢，哈，就拟记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向心力。这个地方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地方嘛，好，因为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免过顶拿撩过溪，竟然期待真久的主角总算出现了。来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那里也有一只，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个叫做同一种，它叫金线蛙。来，你们看它的背部像不像西瓜皮？
像不像？很像。所以小朋友都喜欢把它叫做西瓜蛙。谢谢我小 baby。好小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他们刚变态完成而已哦，哈。地动前，土米社区的人口外移正严重，经济正歹，要被手工散甲连鬼都唔敢去。地动后，农村近年来过度开发，都适合推动生态旅游。本来地方困境，颠倒创造大商机。这只叫做贡德氏赤蛙。哦，因为叫声像小狗的声音嘛，哈，所以昵称叫狗蛙，就是它。变成王子，请看看。哇，明天就变成王子了。好了，拜拜。2000年有学者调查，当时全台湾总共有29种原生的水鸡，土米社区就当发现其中的23种。过来按摩，它就会装死，有看到吗？有啊，给是啊，有啊，你看有啊，是，蛮好的哈。不动了。啊，你看，哦，原来做舒服的嘞哈。把爬远的农产变成生态导览上好的场所，较早对未来无隐瞒村民，即嘛是对游客自信推销家乡的解释员。经过大地当土米社区善用在地优势，改变为基。9月地震之前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人会进来的。我们这个地方要风景没有风景嘛，什么农产品我们也没有啊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自然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都会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地震，也让我们找出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了。要挖泥土的，就是这个。那大家传嘛哈，每个人这边是每一种要种10棵。伊是特生中心前副主任彭国栋，也是长期陪伴土米社区行出绝望、找回自信的关键的新队友。要种到土里面哦。有。种到土里面。水蕨也要种，对，水蕨也算是稀有的水生蕨类。那以前我们台湾人不仅是种来在水边生态，还是很好的蔬菜耶。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这里，能够为台湾的水蕨，还有大安水蓑这一些，又找到另外一片的净土。市首种最新食物用作生物优先车店，成员中有土米新妇冒地震后，转来到埔里的返乡青年。20多年来，土米生态村在众人的打拼之下，已经拍出知名度。桃米社区，特别是在921以后，知道说像这样子生态的水池，配上原生植物，配上生态工法，遇到像大地震啦或者天灾啦，最有所谓的韧性的，就是这样的生态工法配原生植物，然后在地的物种、在地的人、在地的知识。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可以永续的社区。91地震后，彭国栋到土米社区展开生态调查，协助居民了解故乡，踏出中建的头一步。在921以后，整个生态系统其实是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。生态的营造就是我的专长，也是我的兴趣。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调查。盘点，像这样的一个社区，到底我们本来有哪些东西？那经过地震以后还留下哪些东西？这只是小紫斑蝶。哇，上次抓到了。是啊，这只小紫斑蝶公的。那在桃米这几年栖地的营造，第一个是水池。第二个蝴蝶的食草跟蜜源植物，那营造的结果以后，那边很多的小紫斑蝶、端紫斑蝶、湿氏紫斑蝶，还有这个青斑蝶就回来了。因为震灾后嘛，急需要的是一些建设的东西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说，有一天公部门也会撤走，那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什么就都没有了？所以变成说我们在
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的东西呀，去把它深化出来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做调查的时候，就已经把将来社区人员的参与跟生态旅游，其实是想在一起，也结合在一起。如果在地所谓的地方的创生跟在地的生态旅游，如果是有机会的话，怎么样把生态结合到生活，结合到旅游？推动生态旅游前，桃美社区以麻竹笋为主要的产业，不过竹笋的采收过程真辛苦，收入阁唔正面。当时少年人上大的梦想就是赶紧逃离家乡。我还没有要来上课之前，大概可能就4、5点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到竹笋园去帮忙了，所以我就还没有国小还没毕业就想要离家出走了，实在是太贫穷了。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还没，国小3年级才有电哦。我们已经是穷怕了这种心境哈，我是希望能够透过921地震之后哈，然后再去看有没有办法去转变。大地震过了后，未少居民重回故乡，生活不出问题。这时皮骨洞亲身开班授课，培训生态解说员，吸引游客行入社区。不是生态就不赚钱，利用生态可以赚钱，可以保护环境，这样的理念在桃米大家都很相信，所以大家会理所当然的爱护自然啊。没有想到说现在，我妈妈说，哎，这个台北溪啊变种原地啊，以前没有想过这样子。有这水风景，解说团队嘛渐渐啊成立。中建团队发现讲，想要让全台湾熟悉桃美社区，还佫需要更较侪观光的特性。这一座建筑叫做紫教堂，那这紫教堂在阪神地震之后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援的基地。那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区营造的这个中心。曾经是日本阪神大地震灾后中建的象征，911地震后，纸教堂漂洋过海，采至中台湾。原来的纸管的样子就长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这个水质呢？就是我们在迁移的过程的时候，在神户的港口有被雨淋到，稍微有一些水渍。那这些水渍就后来就成为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，这是神田玉神父说的。他说这些纸管呢，这纸匠不忍心离开日本，所以他们流下了眼泪。那我们就讲说他来到台湾之后，我们付出了更多的这个汗水来跟他一起努力。所以是纸匠是汗水跟泪水交织而成的一首诗。小小这段台日难得争议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，决心建立万年久远的产业模式，将青年留在家乡。年轻人回来之后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假设回来把房子盖了，如果地方没有一个新的产业的话，那他们最后还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。我们在从社区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必须要有一些亮点，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些让人家可以来聚的一个感动的氛围的一个场域。那因为这样场域可以聚人，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市场的一种模式。2008年，纸教堂成立，带动观光风潮，唔那创造超过200个在地工作机会。当年的观光收入估计有1亿5千万。那在紫教堂重建起来当年开始，游客就更加喜欢进到这个桃米社区，就是光是生态旅游的部分跟这个来参观紫教堂的部分，就使得桃米社区从2008年大概有5年的时间，变成是埔里平均所得最高的里。看到故乡经过大地震，为偏乡农村变成台湾生态旅游观光代名词，社区居民苦苦添，感慨万千。这个是以前我的老家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当初就已经盖砖造盖好了然后地震的时候，连砖造都承受那种7点几级的人，砖造都承受不住，所以说它的3楼、2楼全部都是龟裂。这个区块就是当初我们地震之后的隔天，在这个以前都是完全是田地，它完全没有建筑物。那当初有社区里面像我哥哥是做板模，所以说隔天的时候没房子住，不敢进房怎么办？板模铺一铺，把有的帐篷
或者是帆布，就搭一个临时的住宿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我们常常说，很多人问我说，露营好不好玩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。赛后无透露，区府添加这厝边透过渔港代进赚一寡收入，加入苗圃班，伫社区四界种树栽。那这个期间里面，就是让社区居民的向心力，或者是很多的去结合、去凝聚。啊，这个过程要差不多一个产业成型要10年左右。我们大概从生存走向生活，大概必须要经过10年。20多年过去啊，当年的树仔栽，即嘛是历史盛宴。区府添将旧厝改造成为会使听到阵阵水鸡声的生态民宿。地点就伫伊本身亲手种的树那内。这个过程里面，它改变最大对社区的认同，还有对环境的认同。我们以前对环境是漠不关心的，说实在的，其实我们可以活下来就好，其实其他不管。现在对很多的环境的议题是非常注重。从以前拿锄头哦，拿镰刀，现在是拿麦克风。我现在不觉得我现在是地震3年，我是以淘米人为荣。无爱互人一直叫做在区，居民和谐，怀抱着对家乡的真情热爱，共同写下展现台湾演艺生命力的桃米中生记。